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花莲有一个查甫人哦，伊收到一个感情讲，家己线上直播表演唱歌，一天会当赚900块。伊加入了后，又佮要求讲伊爱升级会员，前后一付41万，才发现讲这是诈骗。另外，伫台北市哦，嘛有老大人哄骗投资零骨塔，诈骗的方法是8款哦，大家真正爱特别注意。因为介意唱歌，花莲这查某人参加网络唱歌群组，内底有一个黄老师咧教伊，讲只要若是付费升级，会当请做会员，会当得到全套的唱歌的设备，逐日还佫会当有900块的打赏金通赚。伊花18万了，黄老师讲小号还佫要升级，双方约见面交23万，警方抓啦。我们警察是吗？什么事？警察啊？什么事情？我知道是事情要我们家这查甫互掠时阵，一直讲这是合法，不过警方调查，查某付的款项拢是用摕去买虚拟的货币。问了后，照刑法早期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，让他可以成为伴唱歌手赚钱。那但是在这之前，需要先储值金额激活升级账户。那女子前后共交付了41万元。另外，台北市有一个老伙仔，因姓诈骗集团零骨塔投资交90万块去买升级塔，为了后，嫌疑犯又搁爱伊交100万来办理土地捐赠，感觉无对，当紧报警。当获报后，将计就计，暗中埋伏，当场逮捕前来取款之张姓车手及一旁负责把风之张姓共犯，并持续溯源清查诈骗集团幕后成员。警方强调讲，诈骗集团的手法变化多端，通常拢是利用通讯软体来找被害人。建议讲，民众会当伫通讯软体顶悬来找初世科技轰炸达人，并且加入好友。若是有接到不明的连结，就会当随来做确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